续要来讲天使农夫，嘛有人讲天使农夫。简单讲，就是身心障碍的农夫。这个南投马路溪社区大学的插艺班来到一级生态家园，来教导这天使农夫来做开心的漂流插。这天使农夫看到美丽作品，拢真欢喜。 草屯社区大学的插艺班特别带学生，有开线漂流插课程来陪伴集集生态家园的天使。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种比较简单的技法，第一个让他们认识漆，好，什么叫天然漆？好，这不是化学漆，不是油漆。好，那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子的这些材料去做。简单的开线漂流插课程，和集集生态家园的天使学个真欢喜。只要有真水的作品出现，都直直拍破啊！真的非常的适合我们那个男女老幼一起来制作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漂流漆的一个手工艺品。好，那这些相关的艺品呢，之后呢也会让家园的这些孩子们去做这个义卖。嘛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多社会团体来办理课程，做回来陪伴这群高水果善良的天使。